老娃当一人爽快，喝酒人讲喝酒啊。退休人讲退休话，由退休人奥冠名播出。退休休假放年大是文林社区有蛮多小朋友就来讲老话，小忙一台数数戏，讲出个老话，我讨不讨个了。夜啊夜，地谷天，铁门关，地着山，山丢兵，好中领，一闯过，好中说。今天真的是我们的少儿专场。父母妈，是主爸，主爸也是家长，有个家门把好的，都个的都个好，也个举起要帮助，大家都要注意好，要睡觉，早用点。老娃当你上快退休，你讲退休吧。今年个放年大是文最强，我的小朋友直接的妈妈，我两万比跟两个，几岁啊小朋友？谁呀？谁也是啊？他哥哥呢？认识。认识，你们两个是两姐妹啊？姐妹。姐妹。Oh my god！ 错了吧，弟弟，对不对？不能够说是姐妹，不是亲姐妹，是那个子。哦，当兄妹之间的关系啊。俺今年怎么打算帮我听讲干么老娃？退休老娃。退休老娃干么老娃？想别你莫是当衙门鸡毛丢一副噻。今年老娃，别人末日你去当衙门，丢丢毛尾去铺摊。好，没问题。看你个小子这话干么意思了？但是讲，别人本都想，只有都想。Oh my god！ 别人末日你去当衙门，丢丢毛尾去铺摊。这句话讲，国家屋里的好菜好饭，你去当市屋里的饭菜吃。如果把国家的么子当市屋里给，要说是奸的。做人要脚踏实地，这个当啥？跟我过完毕，各位小朋友呢是对唱队长乐乐嘞，什么人几岁啊？60啊，他对唱的队长讲了干方言，讲不是再听一下，先讲讲。衙门后，大大，上去嘴巴哈，把哈两牛鸡，我讨了一。那谁教你的呢？这个？妈妈。妈妈哦，妈妈乐嘞。妈妈那个来，妈妈一起坐过来，坐过来。好，看到妈妈她就高兴了，哇！天哪，那么热情！真的是搞个方言呢。因为他们从小辈都讲头话的，喊我一自己平时讲个头话喏，喊我口味心里一吃嘛，就讲一碗老话能给，喊我被读不去听哦，读不去听哦，只有那几辈讲了来听，几辈喜欢讲。考我小朋友的话，我能考你。要不等我这电视机有观众讲一下。老太鳖比蝴蝶，蝴蝶是比牛枝，牛枝白比蛋，比蛋脑就蛋头饭，一蛋蛋不问酒人，问酒人，大家更就送人情。我小朋友这个话你已经讲了，给他晓得有这些老啊？你都晓得个。他晓得这个同样是干名词吗？干名词我讲出来，我都是微信上面忙来的。铁球重要，直接不输，朗朗上球，铁球干强，大有长枪。像长水对把哈两条街王讨老爷，讲的不是文理适当淘汰人的生活，叫人这些么子记牢，对当地的民风民俗有促进作用，国家地方文化的纯净。好，今年的老娃不讲到大。